哇！我和僵屍美少女一起看世界盃。翻嚟啊！唔好整爛我啲珍藏啊！做咩收收埋埋啊？鹹書。阿爸，你唔可以戴有色眼鏡睇人家噶噃。咁做咩要咁鬼鼠啊？咁睇漫畫呢樣嘢好私人噶嘛。OK， 咁我覺得你應該翻屋企睇咯。你都唔識貨，唔啱 channel。我都有睇漫畫㗎，我有睇《老夫子》同《13點》。吓？你石器時代嚟㗎？睇唔出你咁老喎。喂，經典嚟㗎，唔識貨。咁你有冇睇過《新世紀新福音新人類卡哇伊陰陽師》啊？咩兒啊？咁先夠 hit 噶嘛！你要將心裏邊嗰個細路女放出嚟。我從來都冇鎖住佢，係佢挑剔啫。呢個人實在太傲慢啦，就好似一杯溶咗個雪糕瞓喺個沙灘度。溶咗嘅雪糕瞓咗喺沙灘。OK， 搞掂。哇，好嘢喎！睇江康全嘅作品，你會好難斷定呢個讀藝術出身嘅漫畫家係點樣嘅一個人。佢筆下有天真可愛嘅小企鵝丁丁，又有對抗警權嘅神秘人 Panda Man。前者生活甜美，後者孤獨疏離，風格咁回憶，同我認識嘅漫畫家好唔同。江記啊，你會覺得你嘅作品之中都有一啲共通之處㗎？其實我自己中意試唔同嘅風格嘅本身，我中意做實驗嘅，即係試下有啲嘢唔擅長嘅，如果我走去畫會變成點嘅呢？咁樣就樣樣都試下。除咗呢個原因呢，另外一個重要嘅原因係我後來就發覺嘅。其實雖然兩個好似好唔同咁樣啦，假設 Panda Man 係講緊社會啲嘅議題，佢用一個抗爭嘅手法作為故事嘅主線嘅。咁丁丁企鵝呢，咁就係一個童真啲嘅角度，小朋友嘅眼光睇呢個世界。因為創作咗丁丁呢個角色，佢幫咗我去揾一個新嘅角度去睇呢個環境啊！即係佢好中意攞啲食物嚟到當玩具咁玩啊！或者佢同啲朋友仔好中意作一啲新嘅節日㗎，佢哋透過呢啲重新嘅觀察，令到自己喺呢個城市生活更加有樂趣啊！香港呢個城市每日好多人都係好緊張咁樣度過嘅，但係其實佢哋又好想揾一啲機會可以笑一餐咁樣嘅，佢哋好想輕鬆落嚟㗎。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小朋友變出嚟嘅啫，所有人。咁佢可能都有好多小朋友嘅特質可以發揮出嚟，不過呢個社會環境唔容許啫嘛。咁所以我嘅創作就係想啲人睇呢個漫畫嘅時候覺得其實我生活嘅地方有好多好好玩嘅嘢㗎喎。咁其實係咪我都可以試下用呢個態度去到生活呢？長年累月咁做呢，好多刺激你可能用咗嘅，好多 idea 你已經用咗，你要唔重複翻之前嘅前提之下，再諗啲新嘅嘢，係有佢嘅難度喺度嘅。咁但係個過程其實我都中意嘅，放鬆啲啦，睇多啲無謂嘅嘢咯。好多時啲 idea 有用嘅時候，係因為你平時諗咗啲無謂嘢擺低，然後發現呢啲嘢係用得㗎，然後你再修整下佢咧，咁就變成一個完整嘅故仔。我會中意去連鎖嘅快餐店，因為嗰個空間又夠大，其實你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咁佢哋互相傾偈嘅內容係我平時生活唔會接觸嘅嘢嚟㗎嘛，咁呢啲係有好多新嘅刺激喺入邊。另外亂咁搭巴士咯，咁你就會發現，即使係旺角去灣仔，你搭地鐵同搭巴士，其實見到城市嘅感覺係好唔同。呢一種陌生嘅感覺，其實係幫到我用一個冷靜啲嘅角度去到觀察身邊嘅事物，成為一啲養分咯。我唔係搞運動嘅人啦，但係有好多時我都會參與遊行嘅。
會企一個好遠嘅距離去觀察其他示威嘅活動咁樣，會發現其實警察用咗好多方法去令到示威者變得更加激進，即係例如將個遊行路線慢慢收窄啦，定一啲好難行嘅路線啦，但係主流嘅傳媒未必睇到，佢淨係 focus 拉鐵馬嗰一刻。咁所以我會想話咁喺我漫畫入邊，不如嘗試提供多一個角度俾啲讀者去睇啦。我當時畫 Panda Man 嘅時候咧，有個假設係佢係一個未來故仔，講2020年嘅香港嘅，就係如果今日嘅情況唔改善，繼續惡化落去，10年後會點樣呢？咁點知唔使等10年啦，2012年啦，咁就出現咗故事入邊一啲場景。我見到嘅時候係好奇怪嘅，即係我畫漫畫嘅時候係用咗誇張嘅手法去到畫噶嘛。但係原來現實比我嘅漫畫更加誇張。喺呢個社會嘅生活入邊，唔同情況可能你需要唔同嘅表達方式。譬如7·1咁樣，咁你冇理由仲喺個草地度喺度嘆世界。咁其實應該行出嚟，將你嘅聲音話俾政府聽。生活都係抗爭嘅一種嚟嘅，不過有陣時可能就係大聲啲，有陣時就 relax 啲咁樣。莫扎特，我諗佢自己都冇諗過，佢會有咁多未出世嘅 fans。如果佢可以收版權費嘅話咧，佢可能而家仲有錢過 Bill Gates。莫扎特效應最早係1993年由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嘅研究小組提出嘅。佢哋嘅研究指出，喺考試之前聽幾分鐘莫扎特奏鳴曲嘅大學生，喺空間關係嘅考試上面，佢哋嘅表現比嗰啲冇聽音樂又或者聽其他音樂嘅考生係好啲嘅。不過呢個效應只會持續10至15分鐘，全世界揭起莫扎特風潮。佢音樂嘅神奇效果令民眾覺得好興奮，但係要證實古典音樂會令人聰明啲嘅科學證據實在少之又少。加州大學研究小組嘅領導人曾經喺福布斯雜誌嘅訪問裏面提到，雖然佢相信聽莫扎特奏鳴曲會令到佢做數學題嘅時候個腦醒啲，但係要醫治人或者要令到 BB 聰明啲就冇咩根據啦。其實呢，坊間有好多莫扎特效應嘅報導，消費者要小心去聽，小心去選擇，唔好變成迷信。當我聽你嗰啲咩？你教壞我個仔啊！都係 BB 自細聽音樂聽大咧 ，EQ 係會高啲，亦都會喊少啲。咁其實唔一定要係莫扎特啫，可以係貝多芬、李斯特，又或者係朱柏謙，最緊要係好聽咯。阿爸，做咩帶我嚟聽吹 D 打嘅？唔係 D 打，係嗩吶啊！郭雅致有中國路易岩士堂之稱，今次仲會以中國同西方樂器嚟表現佢多元化嘅演奏造詣。郭雅致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幾乎是吹拉彈打，他什麼都會。搞音樂會的時候呢，其中他就是能展示他在吹管樂的整個這個領域裡面的他的一個多面手。這次他就是一個這次的音樂會的特點，就是迎新娘有一個表演的，就像一個劇場一樣的。嗩吶呢件樂器咧，喺中國傳統上紅白喜事啦，都係用翻嗩吶啦。今次音樂會呢，我諗住想把中國嗰個傳統嘅嘢咧，嗩吶同呢個大花轎係點嘅結合嘅，點嘅嗰個音樂係點樣嘅。一路呢，就我想改變嗩吶，嗰種民間嗰個嗩吶就好粗嘅，嗰個好霸氣嘅。我而家吹嗩吶就轉變咗啦，好
可以好細心嘅吹，可以表達嗰個內心嘅表情啊。每一個音樂家啊，其實都好想把自己傳統嘅嘢同埋現代嘅嘢、流行嘅嘢都表達出嚟啦。我呢就識吹薩克斯風，所以我就好易就攞多啲薩克斯風嘅鋼管啊，都擺埋嗩吶裏邊。我想攞啲演奏爵士我哋個方法，我希望呢將來把呢種方法呢擺落到嗩吶裏邊。咁我希望將來係我哋用中國嘅樂器演奏爵士樂樂，希望呢個嗩吶呢可以全世界嘅人都中意聽呢個嗩吶。阿爸真係估你唔到啊！真人不露相喎，我都係亂咁畫嘅啫。畫漫畫係一啲好私人嘅事嚟㗎。Totally agree。我師傅叫我要低調啲。Exactly 啊！就好似舊時做佛像嘅藝術家咁，係唔會留名嘅。絕對正確。嗰種無我嘅精神好值得人尊重。欽佩欽佩。不過都係我師傅講嘅啫，我唔同意嘅喎。嚇？我又唔係做佛像。約我嚟過。畫家用畫筆表達世界，攝影師通過鏡頭發現事物。當畫家遇上攝影師，又會產生乜嘢化學作用呢？其實以前一直都係畫工筆畫嘅，工筆人物畫，用即係傳統嘅中國嘅毛筆、水墨嘅方法畫啲現代題材嘅人物。我自己本身去影件藝術品，其實我每一次都係睇成為咩呢？我同件藝術品嘅一個對話。藝術品有時其實教咗你點影嘅。因為畫開工筆畫咧，其實個人本身亦都有少少懷舊嘅嘢，即係好多啲舊嘅 graphics 啊、舊嗰啲技巧嘅嘢，就特登去 mix 咗啲香港嘅題材，所以我又畫嗰啲香港嘅題材嘅嘢啦。咁行多步就係想有啲再社會性啲嘅嘢，即係當下嘅嘢啦。有時啲作品咧會係裝咗嗰個好似個玻璃框啊之類嘅作品咧，我哋都有辦法係做到嘅。不過問題就係個步驟會多咗咯。你會發覺啦，反光我又反翻我自己出嚟啦，腳架啦，我需要另外做一啲 setting 去減咗玻璃表面嗰個反光。嗱，咁而家就冇晒反光啦，頭先有嗰個反光嘅位咧，嗱，而家就已經係完全係冇啦。咁另外有啲系列嘅作品咧，嗰啲着衫公仔咧，我係畫咗個原畫，然之後影相就印咗出嚟，就好似着衫公仔咁，要 cut 嗰個人同埋啲衫，跟住再做剪貼嘅。咁又係需要好嘅效果嘅相片啦嚇，即係自己將嗰啲作品影相影出嚟嗰啲效果唔係幾好嘅。佢可能點樣影出嚟都好啦，其實經過咗鏡頭啊，經過咗閃光燈啦，係有個色差喺度嘅。咁所以嚟講，我執佢嘅時候，除咗執個明暗啊，將個畫嗰個顏色個色感盡量顯現翻出嚟咯。另外就係可能執走啲瑕疵啦，例如啲塵啊，有啲地方污糟咗啊，嗰啲地方執走佢咯。係啦，嗱，我退咗地啦，而家就係將呢啲唔係作品本身嘅嘢嚟講，我就將佢移除咗啦。咁個好處就係當呢件作品佢將來要印刷啦，如果個底紙佢印落張紙係綠色嘅話，我退走咗呢啲 area 嚟講咧，就會係現翻綠色咯。因為呢件作品本身佢係穿窿噶嘛，咁應該係俾人感覺係佢係通窿咯，就係。Eddie，其實我識咗佢就好耐噶啦，就係我讀書喺中文大學讀藝術系嗰陣時，我哋係師兄弟嚟嘅。從一啲展覽啦，我哋碰翻，咁而佢哋都知道我係幫藝術品影相嘅。佢亦都喺拍賣行嗰度做過啦嚇，咁去處理嗰啲更加貴重嘅即係古代嘅作品啦。咁所以對佢呢方面咧，即係點樣去處理啲作品係好有信心嘅嚇。因為尤其是咧書法啊嗰啲卷軸咧，你一般人唔識咧，你開出嚟會整爛添嘅，即係你手指甲去搲到啲紙會起痕嘅。有呢樣嘢發生過。
因為我以前好多畫咧係細張嘅，我可以捲起一個畫筒咁樣，就交低俾佢。咁後來，譬如話我而家啲作品比較大啲啦，好似油畫啊或者塑膠彩呢啲大張，我要自己包起咗，叫個貨 van 車過去，就同佢一齊掛起啲嘢，話俾你聽點樣。佢影完之後，我仲可以即刻喺電腦度睇到個效果。咁有咩需要執啊，可以做埋。哇！精彩啊！呢次水試下嘢，邊個嘢啊？一路其實我都會去留意每一個藝術家佢嘅構圖啦、用色嘅習慣。咁你對影佢嗰個作品嘅時候咧，就更加能夠去將佢作品入邊嗰份情懷、嗰個感覺，通過鏡頭將佢表達出嚟咯。通常咁樣，我需要喺度等佢執相咧，我都坐埋一邊，因為有時費事搞咗啦。你做嘢唔係好中意啲人喺側邊，唔中意老細喺側邊啄住。我冇問題啊，但係佢會叫我嚟睇咯。咁但係大致上去做所有嘢，我都好滿意。多謝。我都冇鏟過你係咪？冇，暫時應該都未有，都唔希望以後有。影藝術品嚟講，你話賺錢呢個，我覺得係好次要嘅問題。其實最緊要其實人哋 artist 或者係 gallery 俾得一件藝術品嚟影，係一個信任。我信佢由一開始就信㗎啦。一個長期嘅信任、長期嘅夥伴關係係絕對係一個呢個關係入邊最重要嘅一環咯。因為佢唔信任你嘅，你點做點解釋都係冇用嘅，係啊。OK。點啊 ？OK，係啦，基本上個反差係出翻晒嚟啦。每位領導人都咁精神奕奕啊！呢個咧就係你印出嚟 test，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 display 啦，係啦。因為我最初揾佢影咧，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目的就係我影咗啲相需要出版做一啲畫冊嘅，即係靠打燈同埋佢哋影相嘅技術可以做到好靚嘅。然之後佢哋印出嚟啲畫冊咧，嗰啲好細微嗰啲嘢咧，佢哋可以放大。都睇得好清楚嘅。佢話：而家你見到呢本畫冊，睇近啲咧，你見到好多呢個女人咧，佢啲頭髮啲髮絲啦嚇，或者衫上面啲衣紋啦，好細緻嘅。另外咧就係譬如話，我呢個作品咧本身係一個系列，係4張分開嘅畫嚟嘅。影咗之後，仲要喺個電腦嗰度再調校，先可以調到嗰個對比係一樣嘅。影日本嘅金卡咧，其實個技巧高嘅。因為你發覺咧，因為金卡咧，佢嗰個反光嘅程度係好緊要嘅，而且加上金卡咧，佢個表面咧，我係唔掂得嘅。如果我哋手一掂上去咧，基本上係你嘅手指毛啊，所有嘅嘢係破壞咗張畫，同埋印晒喺個畫上邊嘅。因為我讀過 art 啦，咁所以嚟講，我會明白到呢種物料個特性喺邊度。影藝術品一個戒條就係話，呢張畫冇嘅嘢，你唔可以擠落去，或者係應該係呢張畫自己本身嘅嘢咧，係唔可以拎走。你做咩望住我啊？點解有咁多隻眼望住我嘅？唔好望住我啊！咩話？原來係一個舞台設計嚟嘅。Sarah King 呢個劇本好特別嘅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傳統嘅敘事嘅故事或者一個話劇嘅呈現嚟嘅。佢淨係得4個角色，4個角色佢仲冇名俾佢哋嘅，淨係用一個英文嘅單字。我個名叫做 A， 我係一個50歲嘅男人。只有愛可以拯救我，而愛毀滅咗我。我唔係一個強姦犯，但係我係一個戀童癖。我係 B， 講說話清晰同埋思路清晰係有分別嘅。雖然我唔能夠講到個分別，但係有分別。有，我有思緒模糊。去死！我裏面有份罪疚感，但我唔知點解。你愛上咗一個唔存在嘅人。我裏面有一份悲傷，但我唔知點解。我係 C。我係 M。我會害死我愛人。我知我有黑暗嘅一面，但係你永遠唔知道我有天真嘅一面。乜嘢都好唔好呢樣。呢個戲咧，每一個角色嗰個衝突咧，係同自己裏邊嘅一個矛盾。一個人裏邊其實包括好多個我喺裏邊，咁嗰啲我喺度轉緊嘅時候，呢一個我嘅 A、我嘅 B、C， 佢哋互相喺度重疊嘅一啲對話同埋爭執。你會每日愛我多一啲，直到你冇辦法承受。頂唔順啊！唔好再嚟多次。
如果我哋睇完佢呢個戲，重新行翻出去個劇場，有一對新嘅眼睛去觀察呢個世界，會唔會令我哋嘅生活或者令我哋嘅自由度或者緊密一啲？好希望有咁嘅效果啦，當然。嚟噶啦喎！嚟啊！怕你啊，等你啫嘛，嚟啊！500年之後，地球上就會冇人噶啦。咁俾你畫個符號擺入去時間錦囊入邊，外星人嚟到，你想俾佢睇咩？搞掂！我瞓陣晏覺先啊，你幫我埋咗佢啦。嚇！成日都瞓覺嘅你。哇！阿爸宇宙之靚，唔係喎。咦？掘唔到嘅？唔該，道具手足。長夜故事多，樣靚上堂好都緊要㗎。介紹位新同事俾大家認識。前輩多多關照。呢度係官場嚟㗎，好正經㗎。阿貴啊！咁即係想點啊？講明呃我㗎嘛？邊個做㗎？邊個黐我碌卡？我寫到明㗎啦，今天不工作，明天找工作。如果主角係身邊人，佢會點樣？同鄉嚟啫嘛。同鄉就咁好傾嘅咩？夜不眠，聽晚7點，本港台。